棒球嘅賽事，多倫多藍鳥隊星期三晚又輸波啦，以2-3不敵佔有主場之利嘅底特律老虎隊。今場兩隊打至第4局先至由老虎隊攞得第1分。老虎隊喺第5局再由右外野手貝克打成2-0。至於藍鳥隊第6局先至開齋。藍鳥隊目前以56勝67負喺美國聯盟東岸組排包尾㗎。轉睇歐聯外圍賽啦，當中焦點賽自然係馬拉加主場對住彭拿典內高斯，同埋烏甸尼斯作客布拉加。當中財困嘅馬拉加喺上一場西甲射入奠定勝一球嘅小將奧連加擔正啊！馬拉加憑住上半場2個入波，以2-0擊敗對手，入波分別係由中堅迪米哲利斯同埋前鋒艾利素射入㗎。至於烏甸尼斯方面，作客打和布拉加1-1啦。23分鐘迪拿達利助攻，塞爾維亞中場杜辛巴斯達攻入㗎，為烏甸尼斯先開紀錄1-0。主隊憑住後衛伊斯美利喺68分鐘嘅入波追成1-1㗎。結果90分鐘打完最終都係1-1完場。全世界跑得最快嘅保特26歲生日生日快樂啊！倫敦奧運3面金牌都俾佢攞到啦，佢仲有咩生日願望要實現呢？佢同教練對未來都會有全盤計劃，而未來嘅目標將會係挑戰400米同埋跳遠㗎。保特今日就獲邀請坐直升機遊覽瑞士嘅日內亞同埋阿爾卑斯山嘅景色。2日之後佢就會出戰鑽石聯賽蘇黎世站嘅200米賽事啦。今日難得輕鬆保特更加同朋友喺湖邊慶祝佢26歲嘅生日，蛋糕上面更加刻有佢嘅招牌動作啊！